开卡后，今天我们这支影片是要跟大家介绍，在日照中心常常会用到跟陪伴午休有关的一些客语对话。食饱煮，下日来水下动煮。请问牙齿洗好吗？饭後嘅肉嘅食了嗎？牙齒洗好咧，當愛食肉嘅。愛去偏所嘅人，兩下就做得去咯。愛上偏所。好，唔是急，慢慢嘅行。大家慢慢嘅行到幾嘅蓬順，然後切下嘅枕頭、被單，放轉到切下嘅位嘅。被單蓋好，木珠拾起來，我來用3個嘅音樂分大家聽。我無上水動主，做得自家做蓬順，散步也係高級之毛。兩下唔水動主，唔下注上課嘅時節，會多木水，韓國你都蓬順散步，會影響到其他嘅人。唔會啦，若果點點的，唔會影響到其他啦。係講你真緊睡唔得，你做得睡等聽音樂休息。好，水下動作做得幫助消除疲勞，維持體力。哦，睡醒以後會知道精神好加動多，嘅同時你將來搞起之後嘛。好啦，嘅愛煮木煮拾起來水動主啦。大家都睡好，我就會關天火咯。看完了以上影片，接下来我们就来练习在这个情境中会用到的实用例句。先来学习4线腔调。照服员在确认学员用完餐、吃完药之后，会让学员午休，此时会说：吃完午餐，我们来睡个午觉。食飽煮，下日來睡下動煮。食飽煮，下日來睡下動煮。為說服不想午睡的學員午睡，此時照服員會說：現在不睡午覺，您下午上課會打瞌睡。你下唔睡動書，你下晝上課的時間會多冇睡。你下唔睡動書，你下晝上課的時間會多冇睡。為讓學員了解睡午覺的好處，照服員會說：睡午覺可以幫助消除疲勞，維持體力。睡下動作做得幫助消除疲勞，維持體力。睡下動作做得幫助消除疲勞，維持體力。如果有學員睡不着，照服員在旁陪伴，並請他閉目養神，可以說：眼睛閉起來，睡午覺。木珠拾起來，水動珠。木珠拾起來，水動珠。如果大家準備就緒，照服員就會提醒大家要關燈哦。大家都躺好，我就要關燈了。大家都睡好，我就要關天火咯。大家都睡好，我就要關天火咯。接着，我們來學習海陸腔調。照服員在確認學員用完餐、吃完藥之後，會讓學員午休，此時會說：吃完午餐，我們來睡個午覺。食飽煮，下日來睡下動煮。食飽煮，下日來睡下動煮。為說服不想午睡的學員午睡，此時照服員會說：現在不睡午覺，您下午上課會打瞌睡。你下午睡動煮，你下晝上課的時間會多冇睡。你下午睡動煮，你下晝上課的時間會多冇睡。為讓學員了解睡午覺的好處，照服員會說：睡午覺可以幫助消除疲勞，維持體力。睡下動煮
做在帮助消除疲劳、维持体力。水下动作做在帮助消除疲劳、维持体力。如果有学员睡不着，照服员在旁陪伴，并请他闭目养神，可以说：眼睛闭起来，睡午觉。目珠塞起来，水动住。目珠塞起来，水动住。如果大家准备就绪，照服员就会提醒大家要关灯哦。大家都躺好，我就要关灯了。大家拄睡好，我就会灌田佛咯。大家拄睡好，我就会灌田佛咯。以上就是今天的教学内容，大家记得多看几遍，认真练习哦。